金鱼哦，金鱼。上细只到上大只，甚至软细是饲神饲的主。所以后壁拢是问句哦，你问讲咱要安怎用恶乐的心来面对伊？来，做伙来，预备，来。笑照的主，海洋的主，长世痴心的主，愿着全有来见我，愿着全有来我。第二单，北港的主。老公高高的主，我着全有相快乐，我着全有来福。第三单，彩虹的主，世界的主，乌蒙变空的主。愿着全有顺天，愿着全有来感谢。永恒的主，你听的主，灵命龙主的主，愿着全有救看。这条歌真优美，歌词也真有意思所以等下当咱咧吟唱这条歌的时阵，爱会其实除了咱看见迄个创造这个地球对水较大的这个生物以外，画面以外，咱可以讲想起咱做一个有限罪性的人，伫即款的情形内底，安怎来回应？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491首。这首圣诗是古早我使用人，迄时阵可能人讲叫做青年，总是实际上咱每一个时代拢应该是青年的时代。青年知影变化，知影面对挑战，做伙来吟预备来。啊！伫青年时代，人生充满酸甜。思想看法追求应当面对梦遥远，如何面对你？有你引带无你，你我一生所行所做你形象之一。做伙来读第二章来。看见远大目标，抱着美梦将来，善用才能，无畏虚荣，追求美好世界，选择外路拒绝黑暗死无，直到上帝配纳将我跑走抛前路途。第三章啦，吼，来做伙来吟，预备，来。甘愿真实插行，用心心洒当行，
也能欢喜开阔心目，学习付出接纳，追求别人的好，正义同的天路，好我一切心思意念，对你更加宽厚。不只是青年爱安尼，就是到咱的年纪，不管什么年纪，毋忘咱会当伫咱中间，伫咱所伫地所在，真正追求别人的好，互公义、公平伫咱中间显现。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请陪伴咱的心。各位兄弟平安，这是要开始聚会，请你将手机关伫震动，也是甲关机，安静心准备下面的敬拜。多情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即时，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23首，圣诗第23首，七鸟的主，海翁的主，请起立吟全首。
请咱游员徛着来坐读《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所在，信耶稣基督，上帝的是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水路玛利亚出世，离阮流血倒地来受苦，并是个死败众的人物，三日对上用大上天，他最全能的上帝大名。请坐，这是咱来读课验文。今课验文第56篇，课验文第56篇，也是约翰一书伫圣诗后面。我来请这来译。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在照，伊伫世间通过伊的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这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血统，毋是对肉肉。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来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时，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为着世间人，你办杀你的性命，让阮得到拯救，也让阮有这个福分，真侪你的囝儿，阮献上感谢。一个新春年头，阮要孝顺主的恩典，伫主的保守看顾下面，阮有教义的生活。互阮平平安安过一年，照着上帝的话，互阮拄着艰苦试炼的时，拢会安然度过。阮献上感谢，并听中的兄弟也求主圣神来医治甲扶持，有时的也求主来安慰的灵，来安慰因的亲人甲家族，减轻因的痛苦。今仔日是新暑假文字时间的主日，求主亲自同工，互文字时间的推动搁较顺利，有较侪人来为着这个时间来祈祷甲奉献。这时，我们要开始敬拜，求主的灵临到阮中间，阮的灵命得到把助，性命得到更新，将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主的手中，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时咱来看上帝话，今日圣经记载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现代中文译本第104页，现代台语译本第204页。现在我来读。
隔日，耶稣决定要去加利利，伊拄着腓力，对腓力讲：“来对我。”腓力是伯赛大人，安德烈甲彼得的共乡。腓力拄着拿但业，对伊讲：“摩西伫律法书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阮已经拄着，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应讲：“拿撒勒迄款所在，检袂出啥物好面。”腓力甲伊讲：“你来看。”耶稣看到拿但业行活来，就讲：“恁看，伊是真正以色列人，拢无虚假。”拿但业问耶稣：“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腓力还未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拿但业应讲：“拉比，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讲：“因为我甲恁讲，我有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哦。你会看到比这搁较大的事。”耶稣搁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到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阿门。这是赞美，请献歌队。我
正道，今日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你来看”。副牧师、佩慈牧师，佮各位姊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的带领，甲吴牧师的邀请，咱教会接纳，互我有这个机会第一届伫咱的中间甲大家做伙来敬拜，嘛分享上帝的话，特别爱带来咱总会大专文字时光新书价杂志的这个消息来甲大家请安，甲大家报告这个文字时光的价值甲伊的重要性。虽然我今仔是第一届到伫咱的教会讲道啦，不过我甲咱的教会其实嘛真有渊源啦，因为副牧师是我的管事港保会的，副牧师是我的长辈，我的前辈啦，前辈。但是伊拢做谦虚讲，我比他优秀无啦，其实副牧师嘛最优秀像咱的教会出身的4号牧师是我的学生光是牧师当初是要考男神的时，伊的推荐函嘛是我写的所以其实我跟咱教会嘛真有渊源博宇嘛是我的学生所以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到咱的中间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新书架》杂志。伫1963年大家咱在座的长辈，你若有印象，60年前迄个时并无像即摆，咱台湾有遮尔济大学。迄个时呢，会当读大学的青年人，会当讲是社会中精英的精英精英中的精英所以，总是咱的长老教会伫迄时就真注重大专的工课所以当时伫台北、台中、台南拢有大专中心，所以或者的大专中心的工作者会当互相消息，会当互相关心、互相带导。嘛，培育当时这社会的精英，这大专生，所以当时就发行叫做一书架的刊物。当时的书架刊物就亲像咱即摆的报纸共款，伊一贯的通讯，主要是消息的联络，内底嘛有一寡真好的文章来帮助咱的这大专的青年人来培育因的信用。后来到1980年代，这个书架通讯转型成做书架新刊。迄个时的书架新刊，就像咱即摆看到的即个新书架杂志共款，伊就成做一本的杂志。迄个时，毋但即个杂志的篇幅有增加，特别咱在座兄弟，你若有印象，伫1980年代，迄个时拄啊是咱台湾会通讲社会政治一个变动真热烈的时期。所以透过书架新刊这本刊物真重要。毋但培育咱的教会遮优秀的大专生，嘛是借着这个刊物内底所探讨的内容，帮助因来了解咱台湾的社会的种种的议题，嘛引带因会当透过这款的议题的了解，引带因怎样用咱基督教的信用来回应社会的种种的议题。来帮助、来培育咱的大专学生，互因会当伫社会中间，会当实践信用做真好的见证。到伫1990年代，我拄仔讲的即个书架新刊，就搁一届转型来真做咱即摆看到的即个新书架、新使者杂志新书架杂志，伊嘛延续我讲的即个书架新刊的精神。伊内底有真侪无相款的专栏，毋但有每一期我拢有做无相款的主题，譬如讲这是上新的一期，这是2月才出的这个月才出的，这期的题目叫做“单身爱着你”意思就是讲，大家若知影，伫即摆的社会中间，这毋但台湾的现象尔，其实全世界拢共款。即摆选择单身生活一个人过生活的人愈来愈侪。这嘛会互一寡年纪较大的时大人会烦恼啦，讲即摆都少子化，你搁要单身伫遮就是要探讨讲，即款的社会现象，咱要怎样用信用的态度来去回应？譬如讲，我遮阁有2本伫外口，招台道遐，我有早几10本来要送互大家看。譬如讲，我嘛有探讨过霸凌的议题，
咱知影即个社会学校内底即个霸凌的议题嘛真严重。即期真特别，我会当讲，新书者是可能咱台湾所有的基督教的杂志内底第一个做即个题目的，这是啥物呢？这叫做单口相声啊！大家知影？大家有听过啥物伯恩贺龙吼？可能少年人较知影啦吼，咱可能无咧看啦吼。我当初是要做即期的时候，我嘛是真欢乐吼。哦，即个题目连我家己都无识吼。不过透过咱的编委会，大家真足咧讨论，阮邀请到真好的作者来写即个文章。啊，后来即期出了，就出现即个大家若有看新闻经济站，即个陈俊翰律师哈，伫即个贺龙的节目互考试的代志哈。就即款的议题，其实伫咱基督教的杂志内底、信仰的杂志内底，真少去探讨。不过，这拢是伫社会上真重要。咱的少年人定定拢会接触到的议题。总是咱若无去探讨，咱若无去用信仰的角度、信仰的眼光去反省，其实咱真恶伫来引带咱的大专生、咱的青年人，怎样伫即个社会中间来思考这的种种的议题，甚至伫社会中间来实践伊的信仰。不过，我想咱拢知影，差不多120年来，即个少子化真正对咱的社会造成真大的影响哦。咱有在看新闻，你就知影，逐冬拢有这大学在关门，逐冬拢有大学关门。这其实是咱即摆一个社会的咱得爱去面对的一个议题啦。这其实对大专工作者，我甲副任牧师过去，阮拢是大专工作者。我即摆嘛，搁伫台南大专伫协助即个台南大专的查经班。我拢常常甲即摆的工作者讲，我感觉即摆做工作者比阮迄个时做工作者搁较艰苦。即摆佩斯牧师搁伫大学内底做校牧，伊一定会当感触。真深啦！讲实在，即摆要做大专的工作，比阮迄些时代搁较辛苦吼。毋但安尼，我相信咱兄弟，咱每一个人一定拢有手机啊，敢对？搁你的手机一定是智慧型手机。即摆有啥人搁摕迄种，咱讲，敢若会当敲电话迄种手机应该真少吧？即摆你的电视，恁兜的电视，敢搁有第四台？可能咱的电视大部分的厝的电视，阁有第四台。若是花旗灯，你也甲伊问青年人的电视可能都无第四台啊，因为拢看 YouTube， 拢看网络的节目。即款的社会的改变，即款社会的现象，嘛，互我即摆手里在摕即个，咱讲在纸本杂志啦，这纸本的杂志，受到真大的冲击啊！什么款的冲击？我等下还佫讲。我才拄仔讲遮尔济介绍新书者，安尼甲咱今仔日咱读的经文有啥物关系？咱来看周报内底即个圣经也是你若有圣经，你嘛会当掀起来看。伫约翰福音的第1章，作者记载2个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第一个记载伫第35节到42节。即个故事记载讲安德烈。甲另外一个圣经无写讲伊是啥物名的门徒，因原底是加西利约翰的门徒，总是透过加西利约翰的介绍，因知影耶稣就是迄个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在仰望的迄个救主弥赛亚，所以安德烈真欢喜，伊知影伊已经拄着弥赛亚，拄着基督啊，所以伊较紧转去因兜找伊的哥哥彼得来见耶稣，来熟悉耶稣，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咱今仔日看的，嘛是同款。耶稣呼召腓力，腓力当伊拄着耶稣了后，伊甲安德烈同款，伊知影伊所拄着的，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长久以来去仰望的迄个救主。所以伊嘛甲安德烈同款，真欢喜去找伊上好的朋友拿但业要来熟悉耶稣。所以腓力甲拿但业讲，咱来看45节。腓力同拿但业安尼讲，摩西伫律法书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的迄位，阮已经有拄着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腓力讲，摩西伫律法书顶悬所写甲先知所记载的迄位，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主。所以
腓力真欢喜，伊真仰望伊的朋友，会当甲伊共款，真正甲耶稣基督相拄。不过当看见腓力遐尼欢喜，在拿但业介绍耶稣的时，拿但业却回答即个腓力安尼讲：拿撒勒迄款所在，减袂出啥物好物啊！拿但业迄款所在，减袂出啥物好物。对遮咱就知影，拿但业对耶稣的出身，拿撒勒真看轻啊！事实上，这毋是拿但业一个人的想法尔，这其实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款的偏见。当然，以色列人、犹太人拢在仰望基督会当来到这个世间，救主会当来到这个世间。总是若要来，嘛是爱伫咧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这款的大城市，安尼毋才会当配得上这个救主迄款的身份地位。但拿撒勒迄款名不见经传小可所在，当时的人安尼想，所以当腓力遐尼欢喜，甲拿但业介绍耶稣的时，拿但业却看轻耶稣的出身。其实，伫拿但业的话内底，当我圣经读到遮，伫拿但业的话内底，我亲像嘛听见人对我即摆都所咧编的即个新书这杂志的回应。我也拄仔讲过，即摆人拢有手机，世界拢会当上网。我会记得我差不多20当前，对伫台南到台北这服侍的时，迄时我若坐伫捷运、坐伫公车的顶面，大部分的人当然若毋是咧休困，就是咧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即摆无人咧看杂志、看报纸啦，即摆大家嘛在滑手机，对不对？这就是咱即摆社会的现象。滑手机滑啥物物件？我相信咱大部分的人可能拢有 Facebook。你若无 Facebook， 上无有 Line， 敢对？因为你 Line 真方便，厝里的人、教会团契，大家当联络消息真方便。总是你若甲即青年人讲你敢有 Facebook？ 青年人就甲伊讲，我无 Facebook 是老人在用的。这就是时代的差异啊！其实 Facebook 出来到即摆才10几档尔。已经无得，青年人已经无得用啊！这个社会、这个网络的这个生态变化遮紧，就毋免讲我即摆手里摕这本这种纸册。我有当时若伫咧青年的宴会咧介绍新书者有当时一边讲拢感觉足心虚啊！感觉家己咧介绍顶世纪留落来的古董。我拄仔讲过，这有60年的历史啊！新书者到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啊！我亲像咧介绍一个顶世纪留落来的古董我感觉真可惜有当时莫讲遮个捌看过新书遮捌显过的人，有当时真侪遮个青年，真侪遮个教会的兄弟，因可能连看都毋捌看过，听都毋捌听过，显都毋捌显过，因就会甲你讲这有啥物好看的这有啥物好看的这就亲像。腓力在介绍拿但业要见耶稣的时，腓力的耶稣是啥，伊都毋知影。伊就因为耶稣的出身，拿撒勒迄款所在会出啥物好物总是故事继续读落去，咱就知影，一切的开始，拢是对我今仔日讲道的题目，你来看开始。虽然拿但业对这个耶稣的出身真看轻，总是腓力无放弃，伊嘛无为着耶稣加辩解啥物，伊甲他带拿但业到伫耶稣的面前，伊甲拿但业讲：你来看，因为腓力知影，伊家己的经验，伊知影，若甲耶稣真实相拄，其实毋免加讲啥物话，毋免加讲啥物话，伊的性命就会得到改变。当耶稣看见拿但业远远往伊行过来。那耶稣甲身躯边的人安尼讲，咱看47节。耶稣甲身躯边的人安尼讲，恁看，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拢无虚假。可能耶稣讲话嘛真大声啦，所以拿但业听起耶稣的声，伊感觉真奇怪。伊从来毋捌见过这个人，嘛毋捌熟悉这个人，只安尼这个人知影，伊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华语的圣经讲，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以色列人所以拿但业甲耶稣讲：你哪会捌我？
耶稣甲拿但业安尼讲，腓力也袂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而且咱要注意一个字哈，当圣经若讲耶稣在看的时，这个看真重要。这个看毋是讲安凊彩看过吼，我看到你安尼尔。当圣经内底讲耶稣的看，迄款的看就是看见这个人的性命，看见这个人的心内，吼，甚至看见这个人的过去，看见这个人的现况，佮看见这个人的未来。我拄仔讲。约翰福音内底第1章有2个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安德烈带伊的哥哥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圣经嘛讲，当耶稣看见彼得的时，耶稣为伊改名，将西门来改做基法。这就是耶稣看入一个人的性命。圣经无甲咱讲，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嘛无讲，当拿但业拄着耶稣了后，拿但业到底有啥物款的反应，讲啥物款的话，因有啥物款的互动交谈，圣经拢无甲咱讲。圣经敢若甲咱讲，当拿但业甲耶稣相拄的时，49节，拿但业甲耶稣讲：“rabbi，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对我来讲，这句话就是拿但业的信仰告别。我拄仔讲过，圣经的作者真当生，要甲咱讲当时发生什么代志，总是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就是拿但业甲头前的安德烈、彼得、腓力同款，当伊甲耶稣真实相拄的时，伊做出伊的信仰告别。伊告别耶稣，伊面头前的这个耶稣，伊真看轻的拿撒勒人耶稣。伊是上帝的囝，是以色列的王。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主，是我达得我一生军队的主。这是拿但业的信仰告别。而且咱也看见，因为甲耶稣相拄的这款的经验，互伊放了伊原底受到社会的偏见所影响的迄款的心态。圣神感动伊，开伊的目睭，互伊认出伫伊面头前的，这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伊一生要军队的主，耶稣基督。虽望今仔日的咱，无法度亲像2000年前遮的门徒，因有迄款的机会，会当甲活伫即个世间的耶稣基督互动，甲伊相拄。不过我要直接甲咱讲。透过读圣经，咱讲耶稣就是道成肉体的道，吼。咱今仔日启应文内底拢有读到，耶稣就是道成肉体的道。所以透过读圣经，咱有法度甲过去遮个门徒同款，伫圣经的话语的内底，上帝的话语内底，甲耶稣相拄。而且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这是。圣经诠释学啦，吼，传释学内底的一个概念，吼，甲大家分享。有当时啊，咱在读圣经的时，咱嘛常时在互圣经读。咱在读圣经的时，咱嘛常时在互圣经读。这是啥物意思？读圣经，我相信咱拢了解。当咱灵修，当咱读圣经的时，透过圣经内底的这字句。咱了解以色列人甲上帝互动的故事，了解耶稣传道理、耶稣的事工、耶稣的故事、耶稣的教导。咱知影初代教会才会使徒传福音，种种的故事。透过读圣经，咱透过圣经内底的日句，咱了解福音的真理，了解信仰的道理。到这咱都会当了解。安尼，什么叫做互圣经读？我相信咱拢一定有这款的经验。若是咱灵修的时、查经班的时，也是做礼拜读圣经的时，你可能有这款的经验，就是讲，虽然你是咧读圣经内底这以色列人的故事、耶稣的故事、使徒的故事，总是你亲像伫这个故事内底看见你家己。每一个可能是某一个故事内底的主角。可能是以色列人，可能是
这个门徒，嘛有可能伫上帝在甲以色列人讲话的时，耶稣甲门徒讲话的时，也是这个保罗伫甲初代教会这个批信的内底，你亲像听见上帝亲自要甲你讲话。我相信咱应该有捌有这款的经验。而这款的经验，就是传小卡内底诠释学内底咧讲的吼。当咱伫读圣经也好，还是咱咧看册也好，咱咧读文章也好，咱嘛尝试伫互圣经、伫互册、伫互文章读，吼，嘛是这款的概念。对伫新书者来讲，新书者诚做一个文字的刊物，吼，文字宣教的刊物。其实读新书者嘛是共款吼。我毋是讲新书者亲像圣经啦吼，新书者无遐尔伟大，总是诚做一个文字的刊物。当咱咧读这个刊物的时，嘛是相款，咱会体会到这款的过程。自我2004年吼，差不多20当前，做大专工作者到今，我一直拢是这个新书者杂志的编委吼，编辑委员。到伫去年吼，才有这个机会对编辑委员诚做主编啦吼，总会因爱我来接这个工课吼。总是伫这个差不多20年的中间，我相信透过我拄仔介绍，大家嘛会当体会，伫这20年的中间，这个社会的改变真大，这个文字的刊物嘛渐渐在衰微。不过是安那，我到即摆，我阁一直在坚持在主编这本的刊物，甚至。毋但咱教会，我四界去伫这青年的夜会、台湾各地的教会，拢在介绍这本的刊物。就是我知影，这个文字的内容，吼，虽然这个纸本的刊物，伫这个时代可能淡薄仔过期，总是内底的内容、文字的内容，有原是会当帮助咱教会的兄弟、咱的大专生，吼，教会内底的牧长，真好的一个学习的材料，我举一个例就好。伫即个新书者内底，阮有一个专栏，就是要互这个大专学生分享因的即个大专的生活。所以有学生伊会写讲，伊若参加总会的营会，参加教会的营会，还是伊的生活的中间有啥物款的体会，因会写文章来分享，吼，投稿分享。伫即个投稿的中间，其实对这个学生，吼，有真济的意义。第一个，上简单，就是你咱领着稿费。我互学生的稿费，一个字1块，所以对学生来讲，虽然毋真济，总是对伊来讲，嘛是一个零用钱啊，会当互伊吼买一本好册，还是互伊食一个大餐吼，这嘛是真好。总是除了这以外，有一个更较重要的意义。这学生将伊参加营会的这个过程，伊的感动，还是讲伊伫生活的中间，伊信仰的反省，写做文章来投稿，阮甲伊刊出来。对学生来讲，伊会感觉讲无想到我的文章竟然会当印伫一个纸本的杂志顶面，这对于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成就感。讲实在哈。第二，当教会的这个团契的这个客友也好，还是伊的朋友读到伊的文章了后，伊会甲伊回应讲无想到你嘛有这款的信仰的过程，你嘛有这款的问题，还是讲你嘛有这款的感动，咱会互伊回应，会互伊知影讲，原来我这款的感动，还是讲我对信仰的疑问，我对信仰的怀疑，还是讲我心内这个艰苦，有人会当了解，我不是孤单的，有人会当了解，有人甲我同款有这款的体会，这对学生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鼓励，因为知影透过伊的分享，会当感动人，透过伊的分享，会当帮助别人。对我来讲，这款的过程就是我拄仔讲的。你咧互圣经读，你咧读圣经，嘛是咧互圣经读；你读新书者，嘛是好互新书者读的这个过程。总是无论圣经也好，无论新书者也好，我直接要安尼讲吼。你若要互这款的情形、这款的感动、这款的学习会当发生，要有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你来看，你要先掀起来看，
你若要互圣经读，你若要互圣经上帝的话感动你，请你甲圣经掀起来看。你若要知影新书册内底写啥物内容，你若要伫新书册内底得到啥物感动，得到啥物学习，请你掀起来看。你若无看，你永远拢无法度来得到这款的感动，得到这款的收获。伫今仔日故事的上路尾，咱来看50节吼。伫今仔日故事的上路尾，耶稣当拿单业甲耶稣做伊迄个信用告别了后，拿单业耶稣甲拿单业安尼讲，因为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哦，你会看到比这更较大的事。耶稣继续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大家看见这个经文会互你想到啥？这是耶稣运用创世纪的一个故事。大家若有兴趣，你会当掀开圣经创世纪第28章。创世纪28章记载雅各的故事。咱知影雅各为着要得到这个大囝的名分，欺骗伊的爸爸。欺骗伊的哥哥，所以当这个代志曝光了后，伊只好去逃亡走路。所以当伊离开厝了后，伊伫伯特利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伫遐真忝，伫遐倒咧就困去。当伊困去的时，伊做一个梦，这个梦雅各梦去一个天梯，对地人到伫天人有一个梯，伫这个梯的顶面有真侪天使伫遐起起落落。然后上帝伫迄个推的顶面，伊来讲话。耶稣就是运用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有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咱知影耶稣常常用人子来自称家己。安尼，耶稣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伫迄原底雅各的故事的内底，其实透过这个天推的梦，上帝要互雅各知影一项代志，虽然你做毋到代志啊，虽然你离开厝啊，总是我无离开你。无论你走路，无论你逃亡到倒位，我拢要甲你同在。所以当耶稣运用这个故事的时，耶稣就是咧讲，有耶稣伫咧的所在，遐就是有上帝甲人同在的记号。当耶稣甲拿但业甲伊身躯边的人安尼讲的时，就是要甲当时的人安尼讲，有耶稣伫地的所在，就是有上帝同在的所在。若是安尼，对伫新书者，我今仔日上重要的任务，对伫新书者来讲，迄个搁较大的事，第50节来讲，迄个搁较大的事到底是啥物？伫遮我要甲大家分享即个新书者的意象。我拄仔讲过，新书者创刊对书者开始创刊到今已经60年的时间。伫这60年，台湾的社会，这个世界已经变动太大了。所以新书者为着要回应这个时代，第一个上大的改变，伫差不多几啊当前，我就开始做这个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我要甲新书者内底所有的文章全部拢上网。全文上网，规本哦，全部拢上网哦。其实真侪这教会的杂志，基督教的杂志，因拢唔敢做这个代志，因为因若上网，就无人要看杂志啊。大家拢有网络就看有啊，免钱的啊，谁还要看？总是阮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阮甲全部的内容拢上网。你会问讲，安尼是安尼，恁要趁啥？你无人要订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对阮来讲，内底的内容。这拢是上帝的恩典，本来就应该爱甲所有的兄弟姊妹、所有愿意看、要看的人来分享。就是因为安尼，其实阮无靠这个订阅咧趁钱啦。阮主要是要请教会的兄弟甲阮支持，透过奉献来维持这个事工，毋只会当互更较侪人，毋免透过订这本杂志，因就会当看见杂志内底所有的内容。上网有一个好处。我拄仔讲过，咱拢有 Facebook， 拢有 Line， 青年人拢有 IG。你若看到一篇好的文章，足想要甲教会的这兄弟团契，还是恁厝邻的人，甚至咱的同事朋友，因毋是基督徒，要甲因分享，真方便。你就上网，
把这个网址抓来，搭伫 Line、搭伫 Facebook 就会当分享啊。这就是上网上好的好处。咱知影即摆是一个网络多媒体、网络多媒体的时代。但是青年人拢在看 YouTube 的节目，拢在听 Podcast。Podcast 大家知影，网络顶悬的广播电台啦。你安尼想就知影，网络顶悬的广播电台。未来新书架嘛有计划，其实这是近期的计划啦，可能这2档阮就会开始做。我嘛要开设家己新书架的 Podcast 的节目，开设这 YouTube 的节目。会通将阮内底遮尔好的内容，化作声音，化作影像，会当互青年人搁较紧来接触到，嘛会当互咱的兄弟。有当时啊，你咧塞车，你可能无法度无时间在看这你塞车的时，还是讲你咧病院在等挂号的时，你就有机会用听的，会当来吸收这个内容。毋但安尼，新书架伫几啊10年来的中间，阮累积真侪遮好的内容，遮个内容有真侪真重要的遮个，会通讲真侪内容拢是为着要回应社会种种的议题，要帮助咱教会兄弟，帮助咱的大专生、咱的青年，会当来学习信用。总是遮个内容，若敢若停留伫即个纸本的杂志，停留伫网络顶悬，真可惜。因为你若无去看，就亲像我讲的，你若无去看、无去掀、无去上网去看遮个内容，你嘛无法度去接触到遮尔好的资料。所以，阮真期待其实阮即摆嘛在开始在思考我希望讲新书架会当转型来成做一个大专甲青年事工的智库啦。大家知影智库即款的概念，就是将遮尔好的内容。来化作教材，甚至来开设课程，来当或者的有意向来做青年宣教、做大专事工，还是做文字宣教的事工、媒体事工，种种的事工，阮来做这个课程也好，还是来设计这个教材也好，会当互教会来得到更较大的帮助。这是阮的梦，总是必须要甲大家讲。这个梦若要做，就爱咱的兄弟、咱的教会做伙甲阮同工。这嘛是我今日来到咱的中间上重要的目的。请咱为着文字事工未来要怎样来回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回应咱教会的需要，来转型，来请恁为着阮来祈祷，嘛为着阮来奉献。今仔日是大斋祭期的第一主日，大斋祭期就是咱。搁一届甲耶稣行即个十字架的道路，来反省咱的信用，来帮助咱来行即个甲耶稣行即个十字架的道路的过程的中间，来帮助咱来成为一个更较好的基督徒，伫即个社会内底最好的见证。虽然我今仔日无经即个普世经课表的即个进度，总是我嘛期待会当透过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佮我今仔日所甲大家介绍的即个。文字的事工，搁一摆互咱来思考。当咱咧传福音的时，当咱咧学习耶稣的脚步，当咱咧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咱要怎样来有好的见证伫即个社会的中间？愿圣神帮助咱，伫即个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伫我今仔日所讲的信息的中间，咱来学习回应，咱有迄款信仰的热情。当咱家己拄着耶稣了后，咱会当带咱身躯边的人甲耶稣相拄。咱来学习拿单业。当咱甲耶稣相拄了后，咱会当放了即个社会，互咱的即个意识形态即款的偏见，会当互咱真实来认捌即个信仰的真理。当咱咧读圣经的时，嘛求圣神帮助咱，会当互圣经来读，互上帝的话语。像圣经的话语来亲像上帝来对咱每一个人讲话同款，就亲像那单业拄着耶稣，那耶稣毋但指出那单业的过去，那单业的现在，耶稣嘛看见伊的将来，然后圣经的话语来呼召咱看见咱的生命的未来。最后，搁一摆邀请咱为着新书架甲咱的所有的文字事工来祈祷。
来奉献。有恁的支持，我相信，阮会当透过文字的宣告，会当利益到教会，嘛会当真做咱社会的祝福。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世间千万人的中间，大圣经选阮真做你的儿女。你予阮的生命有方向、有目标，佮有永远我的愿望。主，即是我今仔日也伫咱伫兄弟的中间，要来为着新书者，为着文字事工的正当工来祈祷。你予阮有即款的事工，透过文字来利益着教会，来伫社会中做见证。嘛，恳求你予阮赏赐阮智慧能力，会当伫即个变化的时代，会当继续来为着你做更较好的工，来伫即个时代，互众人会当因为阮所做的工来得到你的祝福。愿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咱阁三个来吟圣诗，圣诗491首，圣诗491首，打伫青年的时代，请起来游览手，圣旨煞，请牧师来祝祷。即是来奉献，请苏一林执事、陈思颖执事来施献。
歌。全能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主会疼，互阮众人聚集伫遮敬拜俄罗主。因为主的恩典，互阮会使为着教会事工奉献同报，求主你感纳。恳求主引带阮众兄弟日日常行做，会当互主欢喜。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会长请坐。即是来报告，伫报告之前，咱今日来看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会长来读两遍。多情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个囝，才有的荣耀。约翰福音1章14节，请。请掀开周报第1页，本周事项甲下周事项，甲周间的聚会，请兄弟来看。小组聚会嘛，请兄弟来看。请掀开第3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2月18号是新暑假文艺事工奉献主日，欢迎陈君平牧师甲本会来请安分享，请为这个新暑假杂志的需要来关心大道奉献。伫外口有准备一寡杂志，欢迎兄弟家己来输起，来摕吼。行政部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6楼要办公室要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下主日2月25号，财务部要伫中昼12点半，伫701室要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教会消息的报告，111年学年第一学期的励学金申请，有要申请的励学金的学生，请你甲你的成绩单、甲影印本，也是你的 PPT 档，相关的文件交予6楼办公室。3月3号要来截止哦，以便后壁的作业甲审查吼。具体消息，本会张雅敏姊妹伫1月31号蒙主温调，定伫2月28号拜三上午10点伫教会4楼礼拜堂举行告别式，请为着遗族来代祷。东门国小的停车要互家属甲牧师来停，咱会友吼另外咧找所在来停。本会五处兄弟伫2月7号蒙主温调，定伫2月24号拜六上午9点伫同殡仪馆怀德厅举行日念礼拜。上午9点半举行告别式礼拜。
请为遗族来代祷。第三，本会陈佑兰姊妹伫2月10号蒙主温调，定伫2月25日下晡7点半，伫教会4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来代祷。教界消息甲代祷事项，请兄弟来看。小姐，牧师有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头一项，咱多谢今仔日地军兵牧师伫咱中间来带咱敬拜上帝，听上帝话。军兵牧师甲我有拄拄伊嘛介绍阮公母会。我是伊的长辈啦吼。我是伊的长辈所以伊拄拄就安尼讲吼，所以长辈就长辈也无问题。我比伊较大吼。总是阮是共一个母会大公教会信仰团体来出身，所以共伫一个迄个信仰的氛围内底来大汉，所以真感谢上帝，互阮有机会后来也成做上帝使用的萝卜。伊即摆咧服侍的文字事工，也是我一开始咱为兄弟知影讲，我一开始第一个服侍就是伫总会教育中心内底咧编写 Sunday School 的教材。所以伫迄时阵，我就开始有文字事工的服侍，所以来到咱的教会，我嘛真坚持讲，逐礼拜虽然可能大家无啥咧看啦吼，爱将讲道片就放伫即个周报内底。我毋茫讲，希望着即个世代改成文字，用文字这项代志改成会互世代来淘汰。但是我认为这项代志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吼，因为文字迄个图像完全无法度代替文字，文字会当留落来，会当继续看到。所以我即摆嘛是个 old school 吼，因为我真惯势读册，用纸本的册本，等到我较爱看，袂爱看电脑吼，也是手机遮个荧幕的物件吼。虽然是 old school， 但是我认为这项代志是嘛无法度用别种的方式来替换。所以是一个真特别的过程，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吼，地军兵牧师伫这个过程内底。有上帝特别的引带，特别伊即摆搁咧读宗教学的博士吼，也未读了，读偌久的吼。我一直咧问因妈妈讲，到底恁兜迄个是当时要读了吼？总是不管安怎，阮算对细汉的做伙熟悉求上帝特别怜悯，也甲地军兵牧师做伙伫地咱拍破来多谢伊今仔日伫咱中间的服侍。第二个介绍是要介绍红叶长老的查某囝，甲伊的这个好朋友啦吼，Kelly 甲 Brian 吼，在咱中间吼，请因起来吼。所以 Kelly 是第一次第一本登来台湾，第一次回到台湾了吼。太好了吼，那好好享受台湾，好好享受台湾。这个过程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吼，所以咱会当好好甲 Kelly 甲 Brian 吼，会当好好熟悉。愿上帝祝福也甲咱做伙伫地这个伫遮嘛补充报告，这礼拜昨昏我带我本来想讲这个军兵牧师来，我会当休困者吼，结果完全无法度吼。昨昏规工后礼拜。有拜六甲礼拜2天的个别礼拜，所以要请咱特别为着这个伫过年的中间失丧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上帝祝福安慰，会当甲因做伙伫地。接下来唱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圣诗煞请牧师来祝祷。
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上帝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至关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主过来的迄日，阿免。电乐密岛。平安礼，咱请咱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